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大故事》。李亚酒，亲像红宝石，藏千年未变的色地，经李白的月，伫山花开的时，一杯过一杯，酸甜啊酸甜。啉甲面啊红记记，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大故事第124集，欣赏的是台南的那秀珍老师所带来李亚酒。顺利去，咱邀请那秀珍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背景，也佮有这内底的含义。我迄时阵我最爱食过年，李啊出来时，就生到中秋节时，就会当食。酒咱拢有当个做，你若讲行顶悬老爸吼，都袂歹啊。咱做迄拢袂，强该食。咱囡仔佫足爱食，毋敢互因食济。迄后劲足强啦，色地足水诶，红叶安尼，足介意这颜色啦。迄红花吼，所以我讲亲像红宝石啊，互你食起来吼，甜甜袂酸哦。袂涩，拢袂足好食。我本来就无啥会食酒啊，所以我拢摕小杯啊，啉一杯，大杯我就袂吸一啦。即若做一寡红肉梨吼，因摆有一阵红肉梨咧出的是足俗呢，吼，你著红肉梨我爱做是安怎大粒嘛，较毋免了一工。葡萄酒爱了足一工，洗甲歹洗甲死。葡萄酒吼，有的是讲用迄落米酒咧洗，就较袂迄落。红肉梨我著安尼洗一下，互打，拍个打。甲粒哦，一粒一粒，落甲浸落，一丁酒，一丁梨啊，一丁糖安尼，差不多半年就会使啊啦，3个月就会使哦。我嘛足久无做啊，你话少年的时做，即摆老拢毋爱叮当啊。亲像红宝石，藏2000年未变的色地，经美白的话。伫山花开的时，一杯搁一杯，酸甜啊酸甜，啉甲面啊红记记。那秀珍老师这首《李亚酒》内底特别写到唐朝有名的诗人李白。顺利去，咱邀请清代台文系教授卢兴昌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对这首诗的体会。那淑珍这首这个李亚酒哈，是伊的真侪咧写咱台湾这个果子哈，用果子来结酒的真侪款的酒哈，其中的一种。这李亚酒哈，照讲起来，要写这类的作品的时阵，上好是讲有一个故事伫遐，安尼你会感觉讲这首诗的时，除了表面一个描写一个。这些什么酒哈，还是什么物件的时阵，还佫有一个进一步，敢若内底有一个什么故事，你通听我讲。毋过呢，有当时也无一定是用这种的这个写法，有当时也是讲，甲这个李亚酒有关系一寡相关的文学作品，伊拄啊去想到，拄啊去感受到，就甲摕出来发挥一下我会使用这种的写法，这种的写法的时阵，就要带一点典故就对了因为那淑珍伊是这个中文系出身的嘛所以济少拢会受到这中国文学的影响比如讲伊这内面这个李亚酒就去讲到李白嘛
你看伊咧讲，这李亚酒，伊咧色地的时阵讲哦，亲像红宝酒嘛，放千年未变的色地哈，千年未变的这个色地，啊，过来是要敬李白的月哈。你看伊这安尼写，就是咧讲，李白咧写这月娘的这种的 image 的时阵啊，真多啊嘛，真出色就对了哈。啊，所以伊就是迄个利用这种的啊，伫咧读古典诗的时阵，脑海中还佫会记忆的一寡趣味的物件，啊，伊应该写出来。啊，李白的诗遐尼济，你太知伊这首诗是按倒来的。啊，这有当时都爱看伊的定义文吼，看伊安那写。比如讲，你若甲讲敬李白的月，你可能会去想到讲，伫李白的诗内面摕到月娘的甲月娘甲即个做咧写啥物相关的物件的时阵去摕到这你可能会是去想到这。不过安尼会变做加速快，然后你无一定马上就去想到是倒一首。刷落来，迄个伫山花开的时伊是咧讲一首诗内面有迄山花开始咧开你开始去缩小迄个范围，过来讲一杯过一杯讲哇，迄范围佫较缩小咱有读过的人，你聊聊都会一点印象这是李白的伊有一首诗，用白话读是用山伫山里啦掺一寡稳基伫山里内面的迄种的幽思啦是迄个，伊才是写幽人啦就是讲块文书的对啦底下因他妈咧啉烧酒，大概是安尼内面伊个歌足特别的你若安尼看的时，你会感觉这感觉那是首诗安尼伊个诗的题目，你用过伊个文音来读的时阵山中有幽人对酌，对酌就是伫遐咧你甲停，伊甲你停淡仔啉安尼就对了伊个诗是安尼两人对酌山花开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摆一摆又一摆。午醉欲眠轻请去，还是轻请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伊的意思来讲两人伫遐咧啉烧酒，哪啉心情愈来愈好伊无爱讲心情好，伊就讲规个山内面的花一直咧开迄个写伊的心情就一杯一杯过一杯伊即内底伊个汉字写一摆一摆休一摆，迄个休实际上伫台语内咧读的是当个读过所以遮迄个一杯一杯过一杯，你若用白音落去读，就一杯一杯过一杯煞来讲我即马要醉想要困你会使转去午醉欲眠轻就是你。请就是你请迄个请切啦轻请去明朝有酒抱琴来明仔日要啉才过来你要过啉酒的时，你都要含你的琴，你的乐器拢摕来大家哪啉哪淡仔唱歌，淡仔拉琴安尼就对，大概是即种安尼啦迄个叫做拿小晶，就是有读过这首诗，所以伊伫遮伊就真清楚伊这李亚酒，因为李亚去想到李白，因为李白去想到啉酒的心花就会开安尼心花若开的时，就愈啉愈介意就愈啉愈多，啉到尾面就红记记，大概是安尼啦这就是讲伊这个叫做诗的这个image安怎来安怎发展是安尼。亲像红宝石放千年未变的色地，敬李白的月，伫山花开的时，一杯搁一杯，酸甜酸甜，啉甲面红记记。
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蓝秀珍老师写诗，卢兴忠老师主题讲解，洪昭文以及府城小花女的小妹田维吟诗，专门客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天再继续空中再会。